阿孙的问我，爱好有几个哈年，害咱一暝煞困袂去。敢会使莫问这种代志？热情友谊，上界宝贵的是老师。做赢一个风山甲伊。任远嘛一段，总讲一句打到阿嬷上水。爱河的灯光有够水，热情过去，有时较想嘛是伊。任务一个，学了解伊。缘投所持，总讲一句打到阿嬷上水。